上班就三十的，行咯，这个么咖喱啊，老酱咯，那么好的，抢干叶啊，那么干叶老酱咯，啥个？那么干叶老酱，行了，什么叶酱啊？欢迎光临，交易正在处理，请稍后。请输入6位密码。哎，哪里给我拿大布？怎么叶哦，老老子，交易正在处理，要保持没感叶里了。请选择交易类。交易正在处理，请。这个厨房倒叶了，到交易趴了啦。到交易趴，被不起交易，落烂了，叶说，叶说就。选择交易类型，交易正在处理，请输入6位密码。请输入金额。交易正在处理，请稍后。交易正在处理，请正在准备钞票，请稍后。来了。请取钞票。好了。交易，请选择是否打印客户凭条。请取回凭条。交易正在处理，请选择交易类型。请选择交易。交易正在处理，请。算了，做刀趴一波，刀叫一趴，刀叫一趴，扔几波，还能说这点，刀腕一二，刀腕一，请取回您的塔。到了，你说。交易正在处。没了。我们这咯，知道了咯。sai rồi rồi sẽ là mù nữa那个脸我不会跑那么远。浪费。sai rồi